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9月19日，新羡慕来求问你。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2章36节到70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有2个地方，都是记载在罗马书，一个地方是11章36节，这样说：因为万物都出自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阿们。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在罗马书12章3节，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羡慕，负面上也称为嫉妒。羡慕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就或财产等不及别人，并且渴望得到或希望其他人缺乏这类物质的一种情感。既然羡慕、嫉妒是情感，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自己的情感呢？而不是一味的打压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在生活上常常说，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那么看起来羡慕跟嫉妒好像同于一源啊，好像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根源。那么相同的根源，有人心理学家认为，这相同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一个人的原来的一种的罪性，就是我们有一个幸灾乐祸的这样的罪性那演变成就会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的情绪。一旦呢人有了羡慕的情绪伴随而来的就是对自我的唉声叹气我们常会说，要是我可以像他这样子有钱就好那我要是能够正常的上下班跟老公2个人好好生活就可以啦我如果有很好的 DNA 有他的颜值那我就会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其实我们从这些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其实这样子的面对这个羡慕的情感，其实是没有建设性的，甚至演变到最后会是嫉妒。嫉妒是很有杀伤力的。从我们之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这个嫉妒心造成他一生最后真的是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真的是很可惜毁坏了神原来给他的一个新的心。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基督徒神的门徒，我想我们并不只是在像一般心理学所带领我们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少看自己不足，要多看别人的辛苦那把自己和他人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要看我其实也不差别人很好，但我也不差这些想法是可以，但因为牧师要说，如果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神所用的，所要行塑的是基督的精兵。神要更愿意在真理里面，是要我们诚实面对自己，而不是我们只是一味的把一些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搪塞我们自己。神既然给我们有这样情绪羡慕或嫉妒，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打开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怎么会讲到这个羡慕跟嫉妒呢？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经文有很多的人名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人名你会羡慕或嫉妒吗？这些人名跟昨天有关昨天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这些被掳的
到巴比伦，现在是波斯帝国，有机会让他们可以重返自己的家乡圣殿可以重建圣殿耶路撒冷。而有第一批的人，这些领袖其实已经回应，昨天的所罗巴伯已经回应，带一些领袖名单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被掳归回的路。而今天持续我们要来看的这些章节，就是持续的这些的名单。而这些持续的名单呢，会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些的名单不是只是一个名字。我们每一次在看这些名单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都要知道，神是纪念这些人的。这些的名单是被神纪念的。我们从昨天的这些领袖是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岗位，今天就是介绍到这个工作岗位是被神纪念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人或者甚至说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家谱的人他们其实也要回去，神也纪念。因为神记载着回去的人数每一个受感动而回应神的，愿意为圣殿事工舍下自己，上帝都要纪念，都要数算我们人只要肯为神做回应，做什么事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啦，是神看重我们有没有回应。神要的是我们回应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所要经历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就会发现真的不是凭我做，是神在我身上做那再接下来68节到70节，其实就会讲到他们不止回去而已他们还这个心甘乐意的奉献，带礼物回去。虽然他们知道回去很有可能跟原来的很大不一样，离开时候很大不一样，所以他们知道在那个地方他们需要除了献上他们自己，他们还献上金钱，因为他们要完成神给他们的这个呼召。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名单，第一次归回的这些的名单，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讲得很轻松。昨天我们就知道，其实当神有这个呼声要他们回去的时候，已经长期住在以前的巴比伦，现在可能波斯，他们在那边都已经建起自己的家业甚至产业，那真的是很挣扎。而挣扎最后他们可能选择没有回去，可是他们看到这些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家族，我们会羡慕还是嫉妒呢？还是不关我的事呢？我相信后来还有第二批回去的人，他们不会是第一次要归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很有可能他们是其实他们都知道，只是第一次他们没有决定，经过挣扎他们没有决定回去，而那时候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情绪跑出来。当我们心里嫉妒我没有那些，但我又有我的限制，那我该怎么办呢？上帝的话其实明明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当然不会说你自己做选择啦，我就不管你你自己负责。我们的神真的是主动爱我们，关心我们，他会再次来问我们一次，或者是甚至我们的主其实一直等我们也来问他，下一次还有机会回去，我该不该回去？我该不该做不一样的选择？而这样子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在每一次有不一样的情绪，特别是在我们有这样子羡慕或嫉妒没有办法过得胜基督徒的这样的生活时，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打开自己，真实的说，主啊，我有这样的情感情绪，我自己内心怎么了？何以我没有办法过得胜生活，而别人可以，而我心里有不舒服、羡慕、嫉妒的情感？
我们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其实在今天的金句里，我们其实要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叫我们既然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主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但我何以没有办法来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主而活呢？或许为主而死比较简单，因为那就眨一下眼，忍耐20秒。可是为主而活，却是很多很多很多的20秒。我们可能要被轻看，我们可能会被唱衰，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我们的神要透过我们每一次的情绪，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好像万有都本于你，我就是要依靠你。主啊，我是要归于你，我要将一切我的决定，我将来要的行动，主啊，荣耀都归给你。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好好来服侍神。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有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说，我们所凭神所赐给我们的恩，都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管是过好或过坏，都不要有这种灾难式夸耀式的这种想法。我们怎么样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看得乎中道，合乎中道。我们如果将自己看得不偏不倚，我们其实是能够好好来服侍神，好不好？透过我们最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哪些情绪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接纳接受的，我们好不好先勇敢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另外，我们也看自己跟别人有无穷价值和无穷的可能，不必都在于我，而在于神。相信圣灵会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持续的做更新建造的工作，就是你跟我。当我们喜欢自己，接纳自己，我们就会喜欢别人。当我们爱自己，就会懂得爱别人，而愿意拿出所有一切，这一切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来荣耀主，服侍人。当我们如此行，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活出神的荣耀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邀请您，在我们即将要来的10月初长子的选举，以及在协会里面理监事跟志工队的这些干部，我们好不好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求问谁？而神其实也要问我们，他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问他，那我们要问什么呢？问了以后知道答案之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回应神，调整自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各种的情绪，让我们知道主你要带领我们，谢谢你很爱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手中是宝贵，我们不自怜，我们也不自夸，我们来求问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上帝，我们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明天见。